一生中有8樣可能，可以踏足呢個地方，亦係一種緣分。細味眼前一切景物，化作靈感，融入作品，都係 Dear Jane 對呢個緣分重視嘅表現。好得意啊！我哋喺度多謝晒澳娛綜合邀請我哋嚟上葡京唱歌，係啦，同埋我哋亦都好想多謝一班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努力付出，我哋都玩得好開心。同埋最重要係多謝你哋啊，到場支持我哋咁熱情，我哋今晚先可以咁成功㗎。耶！你哋嘅支持咧，我哋就收到晒啦。咁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不需再問何謂存在，和上天比過賽，無法當個出色人才，過好每天空與在，談恨愛，現實節節敗退，我理解，我懂得節哀，幾多挫敗還是存在，和自己的競賽。